就算中共政權不惜一切咁樣粉飾當年嘅真相，但係真相獲得平反，死難者沉冤得雪之前，我哋嘅堅持係唔會俾任何嘢去磨滅嘅。對正義嘅堅持，正正就係我哋一直傳承而且延續咗多年嘅信念以及係使命。學生會喺過去嘅5月30號晚舉行咗校內6·4燭光晚會，現場除咗有理大嘅學生之外，亦都有其他嘅民眾到場參與。大會首先喺現場播放咗6·4當時有關嘅新聞片段。4號證實同我哋講話，佢喺廣場接近一個比較矮嘅。片段播放完畢後，學生會會長賴偉健向民主女神像獻花並致悼詞。25年過去啦，6·4呢兩個字其實喺中國大陸上邊依然係一個敏感嘅詞語。你哋係唔能夠去被到公開咁去拜祭，甚至有一啲人去到呢一刻係被失蹤咗。咁多年嚟渺無音訊，我哋對呢個被遺忘嘅抗爭係不想記起，但係未敢忘記。當日喺廣場上邊，你哋勇敢咁樣站出嚟，直到今日，同樣係大學生嘅我哋，一樣都會勇敢咁樣站起嚟。我哋一定會堅持到底，奮鬥到底，戰鬥到底。一日8·9民運未能夠平反，我唔單止係我身邊嘅戰友一定要戰鬥到底。之後，外務秘書馬偉成宣讀6·4宣言。佢表示，除咗打壓國內嘅民權，中共政權亦都對香港嘅政制改革不斷干預。佢希望大家繼續積極參與學生運動，為兩地爭取一個民主嘅社會。承傳抗爭精神，學生運動永不言休。當晚，大會亦都邀請咗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先生到場進行交流。面對一個政權係唔肯認錯，殺咗人，都當嗰啲人嘅生命係如糞土。喺台上嘅討論環節，佢首先分享咗6·4當時佢喺北京現場參與學運嘅情況。咁點知就去到6月4號，就我10點幾嘅時候就聽到啲人話，即係軍隊殺入嚟啦。咁啲人就要出去嗰度擋軍隊啊。啲人就開始走咗離開，有部分人離開嘅廣場啦。咁嗰晚就6月4號晚就對我嚟講係最黑暗嗰晚，因為你睇住係即係聽到啲槍聲，聽到話有人即係已經開槍，見到啲屍體係同埋傷者係用啲木板車係運去醫院。被問到佢對於近來有一啲親中團體冒起有啲咩睇法，佢表示呢一啲團體嘅言論會激起民憤，更加提醒咗人民去了解真相嘅重要性。所以我覺得好啊，即係我嬲完之後啊，等我哋香港人提醒我哋香港人，有啲人可以咁樣講嘢法嘅，即係真相係越變越明。喺台下嘅討論環節，亦都有內地嘅學生積極發問。這個紀念活動的未來是怎麼看？就是，比如說維園的燭光晚會，會不會集會者越來越多？最後全場站立，為6·4嘅死難者默哀。喺會後，李卓人接受本台嘅訪問，佢呼籲大學生應該企出嚟參與社會運動，積極爭取民主。大學生應該係一個最有理想嘅一個時候，因為大家冇任何包袱。咁而北京學生當時係有理想地行上街頭去爭取民主。咁我諗大家都會見到佢哋，都可能會見到自己嘅影子喺度。咁所以即係變成佢哋其實當年嘅佢哋就係我哋大家而家嗰個大學生嗰種心情，就係追求一個理想。咁而當年嘅香港嘅大學生，亦都係想去同即係中國嘅北京嘅大學生一齊去爭取。咁所以我諗即係抗爭係要靠大家一齊。年輕大學一代，尤其大學生，更加有個社會責任呢，係去參與抗爭，因為大家應該。理大校園電台為你報導。